手，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。手機，現代人經常機不離手嘅手提電話。手信，即係去旅行會買嚟送俾其他人嘅紀念品。呢個字係拿取，即係用手去拎一啲嘢。捉拿，通常係指警察去捉犯案嘅人。呢個字係攀，用手捉住啲嘢向上爬嘅意思。攀爬、攀登。呢個字係拳，即係我哋嘅拳頭。拳擊，一種戴上手套，用拳頭攻擊對手嘅運動比賽。